一度嘅我是閱讀 KOL 比賽又再開始啦！今次我要介紹兩本書，呢兩本書嘅書名就係《香港傳統習俗故事1》同埋2。如果各位同學都有興趣睇呢兩本書嘅話，可以喺學校嘅圖書館借㗎。呢兩本書係介紹香港傳統習俗故事嘅。香港係位於珠江河口，有住豐富嘅民族文化內涵，當中包括成功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大澳端午、龍舟遊涌，仲有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以上四個項目都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裏面嘅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嘅類別嘅。而家我就抽咗幾個香港傳統習俗故事同大家分享下。大坑舞火龍，喺好耐之前，大坑村出現咗一條大蟒蛇啊！佢吞食咗村裏邊嘅家畜，村民都想合力打死佢啊！冇幾耐之後，大坑村又發生瘟疫喎，嗰度好多村民都死晒啊！當時有個道士就咁講啦：呢條大蟒蛇係海龍王嘅仔嚟噶，海龍王就要降役，懲罰大坑村嘅居民，以報復殺子之仇啊！海龍王最怕嘅就係火龍噶啦，因為火克制水。道士教村民喺中秋節連續3晚，即係農曆8月14至16日晚上冇火龍，就可以解決呢一場災難啊！咁樣村民就照做啦，瘟疫即解除咗啊！所以大坑村嘅居民都有呢種傳統習俗噶。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澳係由大澳島同埋大嶼山小部分組成嘅，居民以捕魚為主。如果大家有機會到大澳旅行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好多鹹魚、蝦醬同埋好噶啦，仲有雞泡魚添。19世紀嘅時候，大澳發生瘟疫，當地漁民喺端午節呢一日將國家廟宇嘅神像都放咗喺小艇上邊啊，喺水道中巡遊，結果瘟疫消除咗啊，從此成為咗每年舉辦一次嘅習俗啊。呢個就係香港傳統習俗故事1嘅內容啦。而家我就分享香港傳統習俗故事嘅其中一個故事啦。沙田車公廟，每逢農曆新年嘅年初3係赤口，相傳呢一日人與人之間鬧交嘅機率會比平時多，所以我哋都唔會同親友拜年嘅，而係到寺廟去拜神。相傳農曆年初2係車公誕，所以有好多善信都會喺年初2或者年初3去沙田參拜車公廟。善信拜完車公之後，會轉一轉銅製風車，打鼓祈福，仲買5顏6色嘅風車返屋企，祈求好運添啊！吹一吹風車，風車轉一轉，祝各位同學仔新年高1寸。介紹咗咁耐，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介紹啦。喺新一年裏邊，我都祝各位同學仔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學業進步。拜拜。